我係張小灰，英文名 Alan， 大家叫我嘉倫，係南寧景倫商務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主營商業貿易同金融投資顧問。好多人問我，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亦都喺北上廣深呢啲城市工作過、居住過，點解就愛上咗南寧呢個地方呢？講實話，第一次嚟到內地嗰陣時，對廣西嘅印象呢，就只有桂林山水甲天下，根本就唔知道南寧，更從冇聽過鹿城呢個美麗嘅名。直到2005年，受聘於廣西可可樂有限公司總經理嘅職務，先至真正咁踏足喺呢個土地上面，先知道南寧就係中國東盟博覽會嘅永久舉辦地。呢個城市展現出佢嘅開放同活力，讓我徹底改變咗對佢嘅認知。但真正留住我嘅係呢度嘅人情味，呢度包容熱情。我喺呢度根本就唔使用普通話，呢啲遷就等我感覺唔到係身在異鄉。既然心交咗俾呢座城市，就要為佢做一啲事。喺2006年起，我擔任南寧市政協委員，連續3屆。喺15年裏面，我將喺香港等地睇到嘅先進經驗帶翻嚟，例如建議優化地鐵接駁公交，提議規範電動車管理。睇住提案落地，城市變得更好更美，呢份成就無可替代。記得第一次嚟到廣州，嗰時候買雀巢咖啡就係用外匯券先至可以喺友誼商店買得到。喺過去嗰30年時間裏面，內地已經從乜都冇到乜都有啦。內地廣闊嘅空間以及火速嘅發展，係香港青年巨大嘅機遇。我想做一座橋，讓更多年輕人打破誤解，親眼睇下祖國嘅變化。於是我自發協助組織夏令營、排球賽，帶佢哋嚟南寧體驗。我要告訴港青們，喺呢度商機無限，值得你哋嚟闖一闖。2021年，南寧市港澳同胞聯誼會成立，我有幸成為其中之一個發起人，並擔任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呢個係全國首個由境外人士林子軒先生擔任社團法人代表嘅非牟利組織，成立至今接近5年，所有嘅服務都係義務性質。有人問我圖乜嘢呢？我圖嘅就係嗰份歸屬感。當大家用鄉音交流，嗰種一家人嘅感覺係無價嘅，係無報酬，但意義非凡。從自知桂林到深愛鹿城，20載光陰，我將人生最寶貴嘅時光留俾南寧。係香港嘅張小灰，亦都係南寧嘅張嘉倫。未來我將繼續為貴港交流架橋鋪路，因為呢度係我嘅家，會一直守喺呢度，見證佢飛得更高更遠。